心肝藏在你的手内，你敢觉甲阮我看卖？不免什么世间，不惊任何阻碍，若有你，就有全世界。过去袂有陪伴你，我心爱你到未来。爱到未来。无论是海角天涯，有你的所在，就有我幸福的门牌。无论是啥人的爱，阮拢嘛无爱。你是我，你是我。一生的期待。非常时哦，我看你敢若一个男子汉。即摆看到家己的女朋友甲别个查甫人行做伙，你竟然阁用坐遮，敢若无代志了。我听你啊！你要我见面我就见面哦，你无爱话讲，我偏偏要讲。我看你哦，根本就是伫咧落遮。今仔我就是你哦，我一定落车去问好清楚，哪有可能像你坐伫遮啉甲真嘛？你冲啥物啊？你给我出反馈！你给我反馈啊！就算女朋友了，不是我啊！告诉我你是男子汉，你去对就是啊！你对我睇啥物啊？你搁个手走手，你搁伫咧拍拖，我惊你会生影心跳的注意。我这世人也唔知影啥物是心听的滋味，所以你甲我讲遮根本无路用。你唔知影无要紧啊，我教你知。我是男子汉哦，我证明互你看啦。无啊，多谢你送我转来。免客气啦，你去换衫，较无伊看到。今晚我先来转。姐，你转来啊？啊，无啊，你嘛来啊？你哪来等等？无啦，通拄啊脚面有落雨。姐，你是不是去约会啊？佫真甜蜜嘛？讲，你是不是去 KTV 唱歌，还是去？哎，你想去倒位去啊啦？阮是去找明辉啦。后摆才甲你讲，我先去换衫。我先来走。王浩，这么紧就要走啊？来个再见。免啦，今晚我先来走。哦，影也无我送你回去。真正已经足晚了，我家己回去就好啊。无哈，我早想要去拜访你妈妈，礼物我嘛已经买好啊。要若无，我即摆陪你回去厝诶。免啦，我明仔载就要去上班，再见。走遐尼紧，佫买互我送伊回去厝诶，一定是惊我问伊甲唱歌诶代志。阴暗，因两个到底是去倒位啊？
我只有人伤济，想要冲破，是嘞。喂，你不准走！我心安听唔是，你想要จิ้就จิ้，想要插就要插的。李明辉，你等下，你等下啊！我本来是想要找伊报仇的，即马颠倒是互伊占便宜。我想，我敢若是车是去爱着伊啊。郑姐，头早。秋碧啊，安那是你？是安怎变个是我？啊，明辉咧，只有你一个人伫哦。莫阁讲啊！世界末日要到啊！地球要爆炸，所有一切拢总咧变，你知唔知？那是安怎变啊？讲来听看卖啊！啊，你唔知哦？昨昏发生一件天大地大的代志，你竟然唔知影？讲互你听，文华用伊的手去摸树叶的骹，你知唔知？若将阮的心肝放在你的手内，你感觉甲阮是嘞啦，我想我来。袂要紧，我嘛是拄到尔。昨日去压着雨，应该无代志吼。我无代志啦。是嘞，为着设计一双鞋啊，惹来遮大的代志。真人袂用去怪你，啥知影代志才拄好，伊伫迄个时阵入来。你来，武汉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请你斗相共。好啊，你讲。是安尼啦，因为我这拄则开发部，公司有真侪客户，我拢无熟悉，我想要请你带我去甲因见面拜访一下。拜访客户，迄是件无补的代志啊。我咧想，若是我会当甲客户直接接触，安尼比较会当了解因心肝里想啥物，对以后咱要提出啥物款的开发案，嘛较有帮助啊。也毋管你敢好。文华，我感觉邱美讲的有道理。你若是熟悉遐个客户，你得介绍互伊啊。无，好啦好啦，我再找时间。就今日啦，我叫小先准备车。想要看你甲公司的客户拢遮尔些，文华，多谢你。若毋是你斗相共，我也无可能甲遮个客户熟悉。我伫公司做过袂少个部门啊，所以公司的客户我拢有熟。好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咱等下食到。我要转去哦，咱就踮咧外口食嘛。免啊，我有叫徐哥替咱买便当，咱等下食。便当逐工嘛你食，行啊，我请你食好料的。免啊，文华，你莫互我机会多谢你，以后我有代志，我哪敢麻烦你？行啊，来。你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。秋啊，叫我哪？真正，我透早有过恁办公室找你，你那边拢无伫的，后来我无用，袂记打电话过去啊。啊，明辉咧？透早遐转来啦，啊，规身躯全皱面好，臭毛毛。我叫当时伙慢来上班啦。哎呦，啊，这便当啥的？迄文华叫我买的啦，不过伊拄仔打电话转来，中途伫咧卡面食，无要转来啊。无要倒来上好，我饱肚出来了，我来食好。是啊，即摆吼，棉花真系上了有重啦，啊无伊嘛无可能遮尔艰苦。那以前棉花啊吼，伊若拄到什么代志，伊拢有在来甲你想办法去处理，到今即个为着你的代志，安尼互伊安尼意志消沉，吼，偌艰苦你也毋知，
想我咧找时间去遐看一下啦。我是想要去甲伊解释啊，也毋过伊拢唔听。啊，即摆当咧受气，当咧掠讲，任何人讲话，伊拢无可能去听啦。我跟你讲，等你去了消了后，你先去看伊，讲几句啊，伊介意听的话，你就知影伊咧介意你啊。讲话记下安慰一下，伊的气念就消去啦。这招无唔对啦，吼。那安尼我随去。谢谢你，啊。我是男主人哦，我是没有你看啦。唔知明辉即摆咧创啥？昨暝一暝无困好，伊即摆较精神啊。我若一直咧想伊，我插啊，既然想伊，就去找伊啊。菜无合你的胃口啊？你若食较少啊？啊，是毋是阮这无伫的，所以你食袂落啊？秋美，你是讲到倒去啊？我甲你讲算笑的啦。来，我敬你。上班时间莫啉酒。恁一点你妈哪有关系啊？你敢知？我今日哦特别欢喜，一早起就拜访三个客户啊。无哈，这拢是你的功劳。干杯！我啉滚水就好。杯嘛，饮一杯嘛。来啦。秋美，拍势，给你送布拉色去。免啦，我家己来。不要紧啊，我来。假使你是来解释，我无想要听。苗辉，为昨暗到今仔日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我真烦恼哩。我知影你对我真好，为较早到即马，拢是你在保护我，你惊我互人欺负。你讲的是真实的，你了解我对你的用心。当然，我知影你真保护我，所以昨日你唔才会误会。也毋过我文化，阮真是无啥，你爱相信我。伫我的心肝内，你就亲像我的亲人同款，我一直将你当作是我的大兄。敢若是大兄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为较早，咱拄着任何代志，咱拢是同甘同苦，互相照顾。你只是甲我当作是阿兄。安尼讲起来，这么多年来，是我伫自作多情。是我伫谈论你。苗辉，你唔通安尼想，我真是真感谢你，我无想要伤害你。你去伤害我？敢讲，你看袂出来我是偌来痛苦？我了曾讲，你甲别人无同款，想袂到，你嘛是改变。自从你离去东家了后，你看到上流社会，
我就经济互你好处，你就变啊！你变甲较以前完全无同款。是啊，杏花真有钱，伊真有风度，人阁缘投，倒一个查某会袂介意？刘辉，唔是安尼，你唔通安尼想。我今日来是来关心你的，你莫一直将我甲文夏牵连做伙。我无需要你的关心，我一个查甫囝，摕会去放会落，你无需要同情我，更加无需要可怜我。阿弟，你来拄好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你是我，你是我一生你是不是应该走？刘辉，刚讲我话，你甲阿田讲，你嘛想要知影啥？你明明真爱伊，啥时要讲出这种违背心意的话？你安尼做，敢是在折磨你家己？查某人的代志，你知我无了解。我当然无了解。既然讲你是查某人，那你就应该摕出查某人的气魄。你何必伫树的面头前假作遐尼坚强？伫后壁耍你要死要活，甚至摕我做挡箭牌。你若想这条，你就讲我个公平竞争啊！公平竞争。一个是大公司的董事，一个是需要人私下小一万，是要咱公平竞争，我是要咱介意你啦。哪里创？啥物要替我捡物件？我是看你生命灵受重伤啊，无想要甲你计较，甲你捡这物件当作是有钱啊。你倒来啊？是哦，是的啦，我啊，你的衫是安怎啊？头拄食饭的时阵用垃圾去啊。我替你送去洗衫店啦。免啦，等我来下班，我才送过洗。秋哥，你是安怎？有心事无？我拄仔去找苗辉，伊对咱的代志也是真无谅解。免烦恼啦，我想苗辉是讲道理的人，慢慢啊，伊就会当了解。李白，有哈，拄才个真歹势，佮你的衫布落塞去，所以我有叫小郑载我去买。你看，这是我替你拣的哦。你哪只客气，佮走去买衫，你也毋知我的寸笑啊。你放心嘛，拄才伫个餐厅替你试衫的时阵，我因为偷偷啊用过啊，你一定会穿的。来，我先替你剪裤带。我家己来。袂要紧啦。哎，姐，你看，我替文华拣的这条内裤带有好看无？好看。我
去楼顶行行的，恁开讲啊。秋哥，咱我袂紧张啊，阿袂好啦。是安怎？拄我看到秋美要替文华到领大的时阵，我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。是安怎我会安尼呢？若将阮的心肝藏在你的手内，你感觉？秋哥，头拄食饭的时阵，我的衫叫秋美补拉送去，所以伊才会送我衫甲礼物袋，伊无别的意思。你甲我讲这要创啥？我是今日误会，我对伊并无意思。你唔免甲我讲这啦。秋美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伊的家世背景嘛甲你真适配。就算讲你对秋美有意思，我嘛袂感觉意外。人讲，一个查某囡仔人，较早想要得到一个查甫人的心，就送伊领大。伊的意思已经真明显了，敢毋是？秋哥，伊毋过，我介意的人毋是伊，我介意是。你免搁再讲啊！你该知影，我介意的是啥物人？你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期待。你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期待。你该知影，我介意的是啥物人？唔惊任何伤害，上美丽的梦是真爱。有几啊摆我拢想要向你表明，也毋过，我拢感觉你伫咧闪瞟我。加上即摆发生免火的代志，我更加无想要伫这个时阵甲你讲啥物。也毋过，我知影我家己幸福伫倒位。而且我嘛已经有介意的对象，我对伊的心意，永远拢袂改变。秋哥，请你相信我。你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。这间土地公司本身并无家己的设计部门，伊专门 copy 别人新开发的产品，才摕来略略修改一下，然后以市价1/3的价格压出去市场。咱公司的下啊，一向是行高尚、甲高价值的路线。即便土地公司啊，用这款的拍歹行情的步数。对咱公司影响真大。金庄，你敢有想到什么解决的办法？啊袂，不过采购已经通知各部门，明仔载要召开紧急会议，讨论明仔应对。这边的问题啊，若是无好啊处理，对整个营业体未来营运甲发展有真大的影响。金庄，稍来有啥物状况，随时向我报告。是。土地公司降价竞争，对咱公司影响真大。而且，咱澳洲上界大的客户代表后日就要到位啊。咱到底要用什么款的办法甲客户留调的？今仔日，咱就要想出办法，做出决定。咱公司的资金遮尔济，我认为会使用更加低的价格来甲土地公司竞争。我认为安尼做袂通啊！
若是用降低竞争方式，那安尼 AI 绩效在1、2年内拢无法度提升，可算讲对方倒去，咱嘛接不了班。根据我所知影，统利公司的背后是中诚集团，伊嘛是一个有真大资金的公司，要伫短时间甲因拍败，恐惊无这么简单。林经理，你有啥办法？看咱爱安怎做，才用个维持咱的绩效，啊，甲咱的客户留条的。这确实是一个真困难的问题，咱一定要好好想一个办法，不能让客户都安尼无去。这是当然的啊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感觉佫有佫较好的办法？我目前还佫想无办法啦。大家若有啥物更较好意见，都恁提出来。江副总，我感觉会用个发言。林秘书，这是主管会议呢，你敢是主管？既然大家拢无更较好的办法，咱不如听看卖，看林秘书有啥物意见。林秘书，统利公司模仿咱的产品，跟他淡薄仔修改，因并无投入开发资金，而且伊用的材料是化合皮，绩效当然较低。也毋过，咱公司的每一项鞋啊，拢是新副总甲其他优秀的设计师用心设计，而且真材实料，成本当然较悬。所以我认为，咱不但不应该降价，颠倒应该起价。人拢伫咧降价啊，你要搁起价，你头壳是咧想啥？我是认为，伫这个时阵，咱用个考虑较大胆的做法，迄就是答应客户，外销互因的鞋啊，假使若卖袂完，卖当退还互咱。假使讲，咱为了竞争落价，长期落来，迄就是一笔真大的数目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以进为退。我了解林秘书的意思。举一个例，顶个月咱的出口外销是10万担，若是照降价以后来算，咱一担就了10块的美金，短期落来，咱一个月就了100万，一年就是1200万。无毋对，我知影咱工厂的成本是一担40块美金。假使讲咱会当互客户较好的条件，就算讲鞋也卖袂出去，上济嘛只是了400万美金而已。我认为状况过那歹，应该嘛袂连一担鞋仔拢卖袂出去才对啊。短期的亏损会影响咱公司建立起来品牌形象。若是降价啊，就等于是慢性自杀。所以啊，我赞成林秘书的意见。新副总，你这么肯定安尼，你敢敢担保？我伫公司的股份算起来嘛有400万的美金，若是有啥物状况，就摕我的股份去处理。新副总，你那做比免伤过冒险啊！既然新副总敢用伊的股份400万美金来博，咱看哪算，公司嘛无啥会了。我看，我就新副总来担保。文华为了手约，连家己的股份都敢摕出来做担保，伊对手约伊免伤过有正义啊！金庄，林手约迄个计划敢会通？我是足怀疑的，伫咧咱这个业界，从来都毋捌有人安尼做过啊。我嘛是安尼想啊，甚至感觉伊这个办法有淡薄离谱。啊，若是安尼，拄则迄个会议，你哪会要支持伊啊？拄则啊，大家拢提袂出好的办法。既然你这个提出来，无咱就顺这个势，互伊试看卖了。
来等下客户留落来，替公司趁钱，这嘛是应该做的。啊，若替我走去，咱头仔看伊闹开，甚至利用这个机会打击伊。阮话反袂过你，这摆搁替林七高背书，共款来受到公司的处分。无论安怎，咱拢是赢面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你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秋瑶啊，想袂到你遮尔有胆识，会想出这款的营销策略。客爸，我是看大家开会时阵拢足着急的，想袂出办法。我嘛想要斗相共，所以这是我一时灵感讲出来，互大家做参考的。姐，我就知影哦，你只是讲出来，互大家做参考的。想袂到文化伊就遐尔认真，搁伫咧大家面头前挂保证，伊真正是挺你挺到底哦。文华，你咧秋瑶背书，你敢毋知影会有啥物结果？我知影。我认为恶性竞争绝对袂久长啦。文华讲了真对，长期的降价竞争等于是慢性自杀。秋瑶，你的讲法我嘛认同。会记你初我拄啊接酒市企业，我嘛常常拄到真侪困难。有几落摆，我嘛甲秋瑶同款的想法。拄到无退路的时阵啊，我真有拼。结果我的运气真好，逐遍拢互我拼过。秋瑶，看到你即马遮尔敢拼，我敢若看到家己以前少年的时阵，真好。人咧讲危机就是转机，秋瑶，我伫较帮你福气，即便公司的危机啊，会当因为你的决定反败为胜。澳洲的客户应该得要到。我替你整理内裤带。你今日若无跟我送你迄条内裤带，一条跟你寄托水中情速款的。我较期待。对啊，对嘛，我替你整理啦。这是公司门口口，安尼是啥物体统啊？阿姨。Mr. Cage, welcome. Mr. Thomas, nice to meet you. Please. Mr. Cage, 这是阮这柜所生产 AI 的报价，你有啥物疑问？陈副总，我刚甲恁这柜的 AI 价钱远比一柜较贵的，这是啥物原因？阮这柜所行的是高格调的路线，所以讲生产的成本提悬啊，相对的价钱有较悬一点点啊。也毋过，甲市面上同级的产品比起来，阮的价销也是合理的，因为阮有提供会当换货、退货服务。恁即摆有担保，价销敢若提高一点点啊，也毋过恁已经无风险啊，所以讲，这个价销是毋真公道。当初你又无应该提出你的意见。公司的工具主管遐尼多，
但都无法度解决啦，更何况是你。啥好啊？蔡文阿姨哦，如果有机会，会打给我。你一定会讲哦，是我主使你安尼做。好啊，秋哥伊真艰苦啊，你都莫阁指责伊啊嘛。我毋是指责伊，这个公司的客户无去，我感觉足艰苦的，而且原因佫是出伫我家己的这个身上。你这个小小的秘书啊，你俩主讲有当处长互你扣，你就应该伫咧主管会议讲大声话。公司自从创业以来，头一届客户来公司听报告，无路定倒就走，真正是够见识。你的心若是轻柔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靠你的人是我，你是我一生。头一届客户来公司听报告，无路定倒就走，真正是够见识。咱澳洲上大的客户若无落单，公司未来业绩会求20%，都会有几啊百名员工无饭通食。林秘书，这种是因为你的好办法，利用遐尼侪人，你知无？我在新副总的，伫咧主管会议顶头，邓银行报保证替你背书。即摆毋是讲你有代志尔，连伊都我都爱牵落。是的啦，我知影即摆毋管安怎做，拢无法度挽回公司的损失。也毋过，除了抱歉，我毋知影要讲啥物才好。即摆公司就有啥路用啊？伤害已经造成啊啦！恁哦，等你接受处罚。讲一句啊，你啥物拢唔讲，我实在唔知要安怎。七哥，我细汉的时阵吼，我的边啊，坐一个同学，伊是一个查某囡仔，生得真水，真爱海公手，海来海去有一摆，从对顶面爬落来，结果啊，哭到足伤心的哦。 好佳在你有讲话啊，安尼吼我就放心啊。你，我知影你关心我，也毋过我即马心肝来足烦的，我担心明辉，伊对咱遮尔冷淡，敢若搁将咱的代志藏伫心肝内，而且公司搁无订单。 即马连你嘛有代志，我实在感觉。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也毋过你即马烦恼明显嘛无路用啊。代志吼，早晚一定有一天会解决的嘛。莫着急。搁再讲，公司的代志，其实嘛毋是你的唔对。迄天大家开会的时阵，真侪人拢无想出好的办法。即马敢人出一支嘴来怪你，这并无公平。 也毋过，好啊，莫阁讲遐尼多啊。来，我来替你海公手。我爱啦，我即马无这个心情。来啦！来，坐好哦。这里哦。你知影无？
海公手啊，是消除烦恼上好的方法之一。人伫这起起落落之间吼，真侪烦恼啊，都咧慢慢啊无去啊。我细汉的时阵，若是叫阮爸爸妈妈责备哦，我就会走来海公手。秋月，就是你，你就是我这世人所要找出的对象。我就做，我一定要用我的性命来保护你，来爱你。我要一世人照顾你，我要你永远的快乐，永远的欢喜。奇怪，是公司开的119紧急事件。这么暗啊，有啥物代志这么急？我唔知啊，咱等下看卖。来，王秘书，你这个电话 call 我回来，有啥物代志？邢副总，好消息呢！后手的客户已经向咱落订单啊！你讲是真实的？因看过咱公司的报告以后，搁去多年公司看因的报告，结果打电话来讲，伊对咱公司的鞋感觉足满意的，唔但向咱落订单，而且这届订单的数量搁加5%呢。5%？客户讲咱若肯互因退货，因的风险等于是0。像咱这好的条件，因当然嘛要甲咱做生意。秋哥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咱赢，咱赢！这届公司会当顺利摕到欧洲客户的订单，拢是靠林秘书发挥伊的智慧甲胆识所想出来的办法。什么了不起？那是因为文化暗中你来斗相共。若是我原来有人甲我斗相共，相信我嘛袂输互秋阳。林经理啊，人林秘书才入来公司无偌久，伊几若届表现遮尔好，所以以后你都要向伊多多学习。是。请坐。这届林秘书会当替公司争取到欧洲客户的订单，伊为公司努力打拼，真有功劳。本来应该是好好甲伊奖励，也毋过因为伊拄仔入来公司也无偌久，也有真侪所在需要磨练，所以这届对着伊的职务，我无想要做调整。也毋过为今仔开始，公司所有重要的主管会议，林秘书拢爱在场。董事长，公司毋捌有这种规矩，那因为林秘书来破例，敢无啥好呢？规矩是人定的啦。搁再讲，我这人做代志，只要是人才，我就用啦。甚至伫咧未来，我嘛会甲公司交付能力有才华的人，并无一定爱甲我有血缘关系才会当接班。安尼公司才有法度久久长长。无一定爱有血缘关系。爸，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我毋捌看过董事长，这尔啊恶老一个人，而且佫破例，互你参加以后的主管会议，这就表示啊，你伫伊心中真重要。那安尼你以后伫咧公司，就一片光明啊。其实我也无做啥，董事长安尼恶老我，我真正感觉足歹势。谁人讲的？你做得真好啊！你甲看卖者，公司遮尔侪主管经理，也毋过虽然伊拢真有经验，但是对这件代志，确实一点仔办法拢无啊。卡数毋是你即摆的订单，到时公司的业绩落来，才想要来补救，都袂赴啊。你安尼恶老我是毋是嘛应该恶老你？讲你有担当，敢无计较效果，替补小承担一切。你知影就好啊。秋月，秋月，秋月，恭喜你哦！
你恭喜啥？我听人讲，董事长伫咧主管的会议吼，足学落你的，而且吼特别温存你，以后会当参加主管的会议，对不对？这个代志你嘛知影？规栋大家人拢嘛知影，参咧扫着乌马上就知，我这落无人管部门吼，当然会知影。哦，你这么足红的了。啊，免费咧？免费啊？已经请到几若工啊啦。喂，喂，喂，你是咧教什？坐这几点钟也无爱讲话，敢若插头咧？其实插头做安尼，太缘投的。唉，我知影啦，你一定是为着迄讲树的代志，是我来着想安尼好。那安尼，我建议你会使去食一寡内伤药啊，安尼对你可能有帮助哦。假使这世间上有治疗真伤的药啊，我真正想要试看嘛。喂，你总算讲话啊！我无好了准，你真是变你狗。谢阿婷啊，啊你是规工无代志做，一定要甲我高高低笑。喂，你刚你白白甲我斟者，白白抱我抱几夜，你想要有准愈煞？唉，偏偏你即马心情无好，万一若想袂开，这笔小我是要安怎讨回来？所以嘛要甲你看甲暗的。你搁真好讲话，其实你个人袂歹，不过个性真强，不爱互人控制。多谢欧乐，算你有眼光。既然我互你讲话啊，那你是要安怎多谢我？安尼，就要叫我甲你说多谢。那是当然啦。回头我就卖拜倒腰啊，啊无，我请你食饭，你出钱。你的心若是轻柔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靠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了，只有将记忆挂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体生的美丽。错了，错了。你的心若是轻柔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靠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了，只有将记